迎收聽舉手不回，我係白切雞，今日同大家分享3月19日跑馬地夜賽嘅心水馬。第一場5班1650，推介4號加州活力，布文策騎，近仗做出末段快時間，表現穩定。3號傳承者，丹德禮執韁，兩段加速出色，競爭力強。5號千里如飛，上仗做出兩段快時間，值得留意。8號威威父子，近期穩定發揮，有力爭勝。第二場3班1000，首選7號英雄豪邁，蔡明少策騎，連場做出兩段快時間，短途適應力強。1號環宇風采，布文執韁，末段加速出色，具爭勝機會。9號跑得好快，近仗表現穩定，短途具優勢。5號飛來閃耀，短途實力不俗，值得關注。第3場4班1002，推介5號越進知己，蔡明少策騎，近期做出兩段快時間，步速理想。6號電信龍駒，艾少禮執韁，短途表現穩定，具競爭力。2號快博，上仗兩段加速快，具爆冷機會。8號飛王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值得留意。第4場4班1002，首選10號電信驕陽，艾少禮策騎，近期做出兩段快時間，短途發揮佳。2號多利神駒，丹德禮執韁，短途具優勢，值得關注。5號的愛好，近仗兩段表現佳，競爭力不俗。1號精彩進章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具爭勝機會。第5場4班1650，推介8號連連歡呼，賀銘年策騎，近期做出兩段快時間，狀態穩定。9號卓越風，艾杜拿執韁，近仗表現佳，具爭勝機會。5號藍雀爺，上仗做出兩段快時間，值得關注。1號領航天子，步速適應良好，可搏冷。第6場4班1000，首選7號同滿滿，潘明輝策騎，近仗做出兩段快時間，短途適應力強。8號超強60，巴道執韁，近期做出兩段快時間，具競爭力。2號北地烈馬，末段速度快，具黑馬潛力。4號聖萬金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值得留意。第7場3班1650，推介2號星價，霍宏星策騎，連場做出兩段快時間，穩定性高。9號標之亮子，田泰安執韁，近期表現穩定，具爭勝機會。5號有財有勢，近仗做出兩段快時間，值得留意。6號龍城精章，步速適應良好，具競爭力。第8場3班1650，首選4號耀寶區，艾杜拿策騎，近期做出兩段快時間，步速理想。5號雪勇神駒，賀銘年執韁，短途適應力強，具競爭力。7號風雲武士，近仗做出兩段快時間，值得關注。2號唐武士，末段速度快，可搏冷。第9場3班1002，推介3號神希麗人，奧爾文策騎，近期做出兩段快時間，短途具優勢。5號美麗緣分，艾少禮執韁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具競爭力。7號進步騰飛，近仗做出兩段快時間，值得留意。9號得道猴王，末段加速佳，有機會突圍。最後總括心水，今期特別推薦第5場8號連連歡呼，第7場2號星價及第9場3號神希麗人。佢哋近期表現穩定，兩段加速強勁，具爭勝實力。祝大家當日多贏多收，賽馬得意。